OK，咁今日同大家講嘅呢，咁其實就係一個4-4-1-1嘅戰術。點為之？咁其實我諗好多人啦都會認為，究竟一個球隊應該踢咩陣式啊？但係陣式永遠都唔係最重要嘅。咁點解咁講呢？其實我哋可以睇翻呢張圖，4個後衞加2個防中，再加多3個中場。再加多一個前鋒，其實佢係一個4-2-3-1，但係點解我會話係呢一個係4-4-1-1呢？咁其實最主要嘅一樣嘢係我哋唔同嘅球員有好多唔同嘅戰術或者唔同嘅走位，咁其實每一個球員佢嘅走位先至係最重要嘅。咁好似呢一個圖咁樣啦，咁我哋其實就踢緊一個4-4-1-1啦。咁若果其實都唔係若果㗎啦。咁其實我哋最主要，我哋最前面呢一個前鋒呢，佢永遠都係喺由中間走去左手面或者走去右手面嘅 K 角位嗰度攞波嘅。即係點樣？可能由我哋嘅左閘位直接傳落去啦，由我哋嘅左翼傳俾佢啦，永遠都係唔會係中間 hold 波 hold 得太耐嘅，或者唔會點樣喺中間墊波，而係佢由中間插入去呢一啲 K 角位，插入去呢啲 K 角位嗰度攞波嘅。OK，咁譬如今次咁樣，當我哋嘅左閘傳波落到去 K 角位，而10號走落去我哋呢個 K 角位準備接應嘅時候，咁我哋3個中場或者我哋2個中場加一個前鋒啦，咁任得你哋可以點樣去諗啦。咁首先第一樣嘢，位於10號後面11號，其實呢，佢係一個類似副鋒嘅物體。佢當10號走咗去 K 角位嘅時候，11號就要即刻插前去頂咗呢一個前鋒嘅位置。8號球員就要走入嚟中間，準備做一個 support。9號球員準備走入嚟中間去遠處嗰度去做一個射門嘅動作。咁今次10號攞到波啦，咁其他人點樣走啊？其實就係咁樣走嘅啫。2號走上嚟，傳完波之後走上嚟呢一度做一個 support，去幫呢個10號。如果佢真係唔得嘅時候，佢 pass back 係可以有人傳嘅。8號佢會走過嚟呢一個禁區頂呢一度做一個前場嘅一個串聯嘅支點。11號正如我頭先所講啦，係直接插上嚟頂咗10號嘅前鋒位置。咁呢個由後插上呢，其實可以吸引到唔少嘅，或者令到唔少嘅後防球員呢都有混淆嘅。咁就係憑住呢一個副鋒嘅物體，咁就向前頂咗去前鋒嘅物體，咁從而製造射門機會。咁同一時間啦，成隊如果個波去咗前場嘅時候，成隊波當然係一齊壓上前啦。譬如2個防中去到前半場嘅中圈，2個中堅就要散開嚟到2個中圈喺中場線上面嘅側跟，跟住右後衞，因為佢而家單左邊嘅嘛，咁右後衞就會收翻入嚟啦。9號就會直接走上去準備接應一個遠處啊，或者當中場當我哋嘅前鋒攞唔到波嘅時候，去到尾處嘅時候，咁就由9號直接去追落去攞啦。係啦，咁臨尾就係咁樣講啦。8號去到禁區頂，11號直接頂上嚟做前鋒，直接撞射又好。睇下10號球員佢可以點樣出到個波出嚟啦。OK，咁我哋睇翻，如果右手面嘅話應該點樣？其實右手面一樣嘅啫，咁又係放落去 K 角位，其他球員一樣。最遠嗰個，我哋講緊最近嗰個先啦。最近呢個9號會走上嚟禁區頂呢度幫手，3號球員會走上嚟邊線嗰度準備等佢 pass back。11號球員佢會走過嚟呢度大概12碼點嘅位置呢，咁就頂咗佢自己頂咗佢嘅前鋒位，準備去做一個撞射。遠啲嘅話呢，8號球員呢，咁就會走過嚟呢一度準備因為佢呢度右腳啦，咁佢可能出外彎，即係話會屈翻出嚟嘅機會大啊。咁可能8號球員呢，咁企翻喺呢一個大禁區頂位置都可以噶啦。係咯，咁睇翻同頭先其實就大同小異嘅啫，都係一樣。
OK，咁講埋第二樣嘢啦。咁頭先講過10號球員其實好少機會喺前場或者喺俄美月呢度攞波，因為呢度有兩個中堅。如果一啲傳統嘅球隊或者當代嘅球隊打4-2-3-1，即係兩個防中嘅時候，咁佢其實係企喺兩個中堅同埋兩個防中嘅中間，即係俾4個人圍住嘅。咁所以我就如果當遇到呢啲球隊啦，咁就唔係咁 expect 去前場做一個支點控制，或者如果你護球能力唔係話咁強嘅話，我都唔係好建議做喺俄美月呢啲位置攞波㗎啦。但係都要有一個類似有選擇俾8號球員去做，唔係淨係下下都淨係落到 K 角位㗎嘛。咁如果我哋係10號球員，佢仍然留咗喺俄美月嘅位置，8號球員可以傳俾11號啦，傳俾2號，再自己等緊，再自己上啦，或者真係傳去10號嘅球員位置。10號球員位置講過，喺俄美月呢一個前場位置呢，就唔會話點樣停留得耐嘅，即係唔會話點樣拎住個波帶住個波帶得耐嘅。咁佢呢個時間應該點做？其實呢，就係一個類似前場轉邊嘅方向。當10號球員攞到波之後 pass back 翻去，因為防守球員嘅集中力咧喺呢個時間佢會好緊張，因為去到俄眉月頂啦，或者去到前場啦，咁其實佢就會即刻衝埋嚟啦。咁其實佢防中又會即刻夾埋嚟。咁其實好多時咧就忽略咗喺佢後面呢一個嘅副鋒位置。咁佢 pass back 翻嚟副鋒位置，咁如果喺呢個情況之下，咁另外右翼呢一度咧就要醒目啦，自己走上嚟準備落去呢一個底線嗰度接應11號副鋒球員位置嘅一個轉邊嘅動作啦。係啦，咁如果9號球員係由我哋即係落邊時嘅時候係由我哋嘅兩翼嘅球員落嘅話呢，咁呢個時間10號球員就要走入嚟前柱嘅位置，11號球員走過嚟12碼點嘅位置，8號球員一樣企翻喺大禁區頂準備呢一個可能一啲overcrossing 啊，即係話過量，即係一個即係過晒頭嘅一個 crossing，即係傳中啦。咁就準備隨時去射波或者去再做第二次嘅傳中嘅。係啦，係啦。咁頭先傳咗嚟都可能撞射啦。咁睇下球員自己嘅能力啦。OK，咁樣有另一樣嘢啦。咁其實就係講緊點解又唔係話點解嘅，其實咧，除咗2號除咗放落去俾我哋嘅10號球員喺 K 角位之外，其實佢仲有好多選擇，咁可以傳嚟中場啊，傳翻去中堅位置。咁其實要做嘅一樣嘢，想大家知道一樣嘢，其實今次係講緊轉向嘅。咁當8號球員可能走咗去邊嗰度，準備接應我哋嘅左後衞嘅傳波嘅時候，譬如好似而家咁樣啦。但係佢發覺可能大家可以望到幻想喺呢度有好多防守球員喺度聚晒標。咁佢可以點樣做呢？唯一一個方法可能就係轉邊。咁好多時咧轉邊有陣時啦，都唔會話好多時嘅，都會經過我哋嘅中場呢3個位置去轉邊嘅。咁可能有啲球員啦，俾波嘅能力比較好，咁可能佢就會企喺11號位嘅。咁可能11號位太多防守球員，佢又會墮落去，跟住先至去接應翻8號球員，跟住再轉邊，咁其實又係慢咗。咁但係如果8號球員直接喺11號傳俾11號，咁可能呢一個位置又有太多防守球員喎，咁就會比較困難。好，咁今次所講嘅呢，其實係透過我哋嘅防守中場去轉邊嘅。咁當我哋8號球員攞到波嘅時候，第一個樣嘢啦，咁10號球員一樣行翻落去 K 個位，因為你呢一個時間其實係吸引緊其他球員、對方防守球員嘅走動。你走咗過嚟嘅時候，中堅、右閘同埋防中，我諗你一個人都可以吸引到3個人嘅目光㗎啦。咁同一時間
11號球員你做前插做翻一個前鋒嘅位置啦。咁其實點解呢？咁其實就係要令到呢一個位置你係拉埋另外一個防中同埋中堅吸引埋落去，令到呢一個位置係真空嘅。點為之真空？咁其實你再望一望之後嗰張 slide 就應該可以知道究竟發生緊咩事嘅啦。O.K. 當8號球員傳俾6號啦，咁你哋見到啦，11號球員佢已經前插咗啦。咁8號球員傳俾6號之後，第一時間就可以直接傳過嚟9號球員呢個位置。如果覺得自己唔夠力嘅話，咁咪傳俾7號，跟住再傳俾9號咯，都冇問題嘅。O.K. 咁就係啦。咁呢一個係講右邊嘅情況嘅啫，咁其實都一樣嘅。都係10號走落嚟俾一個選擇俾我哋嘅右翼球員啦，佢可以傳俾你，或者傳唔到俾你嘅時候，咁佢 pass back 翻又得。咁其實都係做翻相同嘅嘢啫。10號球員永遠走落去 K 個位，永遠走落去 K 個位。11號球員永遠都係前插，防守中場永遠都係走上嚟幫手嘅。OK，咁如果當佢轉完呢個又轉咗啦。係啦，咁轉完之後，可能都係做翻同一樣嘢，咁可能由個左翼咁樣直接插落底線嗰度，做一個出波嘅位置啦，即係做一個出波動作啦。OK，咁就講埋最後一樣嘢啦。咁點解會有4411呢個模式呢？咁其實4411呢，咁就最主要係描述係防守時候嘅。點為止防守時候啊？咁可能4個後衞加4個中場，再加一個防守球員，再加一個前鋒。咁頭先11號可能佢做一個影子前鋒嘅位置啦。咁其實佢喺防守嘅時候，佢係同緊6號、7號成為一個鐵三角嘅。咁呢一個防守嘅時候，其實可以做成一個3防守中場嘅角色。係可以保護到中路好大面積嘅位置。呢一個陣式或者呢一個要求啦，咁其實都好要求11號球員分嚟做一個三文治嘅動作。點為之三文治？可能你係俾一個帶緊波嘅人喺你呢前面呢啲位置攞嘅，但係11號球員佢就係要從後咁樣。從後俾佢過完之後，係11號球員係要從後咁樣偷走佢個波。咁6號、7號球員係做啲乜嘢？其實就係做一個 delay 嘅動作，去吸引翻呢一個帶波嘅球員，等11號球員正可以從後偷到波嘅啫。咁或者係做少少其他夾擊嘅動作啦。咁係啦，咁今日就係講咁多，咁大家自己睇一睇啦。